中国国务院今发布公告，宣布对明年元旦开始，台湾的兵器对峙价本等12项石化产品会取消ECFA关税优待。国台办虽表示支持，认为这是民进党政府单方面限制中国产品所造成的。而且，佫在讲到这两方呢，会当伫咧九二共识的基础顶头协商，解决这经贸有问题。也因为咱台湾的大选特别到位啊，行政院长陈建仁就讲，中国的政治目的是坐过经济目的。中国商务部日前认定，台湾对中国构成贸易壁垒了后，中国国务院20日再公告，按明年元旦起，台湾的丙烯对铝价本等12项石化产品停止使用 ECFA 的关税减让。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讲，是民进党政府单方面限制中国产品来造成。两岸关系乃当恢复正常，双方伫9日共识基础协商解决经贸问题。对着总统大选，行政院长陈建仁讲，中国的政治目的较侪过经济目的。我方已展现最大诚意，多次呼吁在 WTO 架构下，双方可随时协商，为中方仍知意而为。有中方在调查报告时间上有刻意安排，显见政治目的大于经济目的，实属经济胁迫。陆委会警告中共当局立刻停止这些基于政治动机的操作举措，以免进一步片面伤害多年来双方建立的良好经贸关系。陆委会嘛讲重话，要求中国唔通想要介入选举，讲中国唔采用 WTO 加 ECFA 的争端解决机制，完全无照规范，这是伤害两岸关系、害人害己的作为，也若对台湾的影响，评估是冲击有限。整体 ECFA 来讲，以占我们整个出口来讲，已经大概不到4%嘛，这12项比例又更低，所以对我们的经济整体的冲击大概是非常非常有限。明年的经济成长率，我们还是不会因为这样的情况而做改变的，大概还是会超过3%。经济部讲，中国自2015年全力发展石化产业了后，台湾业者就已经主动分散市场。去年出口去中国的石化产品大约20亿美金，会针对受影响的业者加强补助甲辅导。记者综合报道。